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你有冇諗過點解我哋而家身處嘅世界貧富懸殊會咁犀利？點解工業革命係喺英國爆發，而唔係當時同樣輝煌嘅中國或者印度？好多人以為係因為科技或者係因為制度，但係經濟歷史話俾我哋聽，答案可能就藏喺基層工人嘅飯碗入邊。喺500年前，世界各國嘅生活水平其實差唔多，但係一場大分流徹底改變咗人類嘅命運。今集我哋會深入剖析點解人工貴反而係國家強大嘅催化劑。點解當倫敦嘅工人已經喺度食緊牛肉、飲緊啤酒嘅時候，北京嘅勞工仲係掙扎喺最低生存線？我哋會用實質工資嘅數據帶你睇清呢場跨越500年嘅全球財富大洗牌。經濟歷史可以話係社會科學入邊嘅皇后，佢研究嘅核心就係 Adam Smith 喺佢本名著入邊提到嘅國家財富本質同埋成因。經濟學家咧通常會喺一啲唔受時間限制嘅理論入邊揾發展嘅原因，但係經濟歷史學家咧就會喺動態嘅歷史變遷入邊揾答案啦。近年呢個學科變得特別引人入勝，因為我哋問點解有啲國家富強，有啲國家貧窮呢個問題嘅視角已經擴展到全球。喺50年前，大家可能只係關心點解工業革命係發生喺英國而唔係法國。但係隨住對中國、印度同埋中東嘅研究增加，我哋睇到呢啲文明本身都好有活力。所以今時今日，我哋要問嘅係點解經濟增長係由歐洲起飛，而唔係喺亞洲或者非洲開始？雖然好耐以前嘅收入數據未必100%準確，但係睇翻喺1500年嗰陣，各國之間嘅繁榮程度差別其實好細。而家我哋見到嘅貧富懸殊啦，大部分都係喺達伽馬航行到印度同埋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後先至慢慢形成。我哋可以將過去呢500年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係由1500年到大約1800年嘅重商主義時代。呢個時代由哥倫布同埋達伽馬嘅航行開啟，令到全球經濟開始整合，最後以工業革命告終。當時美洲被殖民，出口白銀、砂糖同埋煙草，非洲嘅人被販賣到美洲做奴隸嚟生產呢啲貨品，而亞洲就將香料、紡織品同埋瓷器運去歐洲。當時領先嘅歐洲國家透過獲取殖民地同埋利用關稅同戰爭嚟阻止其他國家競爭，目標係要增加自己嘅貿易額。雖然咁樣促進咗歐洲嘅製造業，但係當時嘅目標其實並唔係為咗整體嘅經濟發展。到咗19世紀，情況進入咗第二個階段，亦即係追趕嘅年代。喺1815年，拿破崙喺滑鐵盧戰敗嘅時候，英國已經喺工業上面建立咗領先地位，競爭力遠超其他國家。西歐同埋美國將經濟發展列為首要任務，並採取咗4項標準政策，包括透過廢除內部關稅同埋興建交通基建嚟建立統一嘅國內市場，設立對外關稅嚟保護自己嘅工業唔受英國競爭，成立銀行嚟穩定貨幣同埋資助工業投資啊。咁最後就係建立大眾教育嚟提升勞動力素質嘅。呢啲政策喺西歐同北美非常成功，令到呢啲地區嘅國家同英國一齊成為今日嘅富裕國家俱樂部成員。相比之下咧，有啲拉丁美洲國家雖然都有模仿呢啲政策，但係做得唔夠徹底，效果仍唔理想。同一時間，英國嘅競爭令到大部分亞洲地區出現去工業化現象。而當英國喺1807年廢除奴隸貿易之後，非洲就轉為出口棕櫚油、可可同埋礦產。踏入20世紀，以前喺西歐，特別係德國同埋美國奏效嘅政策，喺一啲仲未發展嘅國家入邊就顯得冇咁有效。而家大部分嘅技術都係由富裕國家發明，佢哋研發嘅技術傾向使用越嚟越多資本嚟提高日益昂貴嘅勞動力生產力。呢啲新技術喺工資低嘅國家入邊往往唔符合成本效益，但係偏偏呢啲技術又係追趕西方所必須嘅。雖然大部分國家都有唔同程度咁採用現代技術，但係速度唔夠快，追唔上富裕國家。喺20世紀能夠縮小同西方差距嘅國家，
通常係靠一種大推動模式，透過計劃同埋協調投資嚟實現跨越式發展。喺我哋探討國家點樣變富有之前，首先要確定佢哋係幾時變富有。喺1500年到1800年之間，今日嘅富裕國家已經建立咗少少領先優勢。呢樣嘢可以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嚟衡量。喺1820年，歐洲已經係世界上最富有嘅大陸，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係世界大部分地區嘅2倍。當時最繁榮嘅國家係荷蘭，人均收入有1838美元。低地國家喺17世紀就已經好興旺啦。當時其他國家最關心嘅就係點樣追上荷蘭人啊。英國當時正正做緊呢樣嘢，工業革命已經進行咗2代人嘅時間，令英國成為當時第2富有嘅經濟體，收入有1706美元。而西歐同埋英國嘅衍生國家，好似加拿大啊、澳洲啊、新西蘭啊同美國，收入大約喺1100到1200美元之間啦。至於世界其他地方咧，就明顯落後，人均收入只有500至700美元。非洲係當時最窮嘅大陸，只有415美元。之後嘅發展令到差距更大嘅。有啲原本已經好富裕嘅國家，收入增加咗10倍，但係南亞、中東同大部分撒哈拉以南嘅非洲地區咧就冇咁幸運啦。佢哋喺1820年咧已經比較窮，之後嘅收入增長咧亦只有3到6倍，結果同西方嘅距離越拉越遠啦。咁呢種模式咧，我哋可以稱為分流方程式。不過喺收入分流嘅趨勢入邊都有例外啦。最重要嘅就係東亞地區，佢係唯一能夠逆勢而上改善地位嘅地區。日本係20世紀最成功嘅例子，佢喺1820年絕對係一個窮國，但係最終成功縮小同西方嘅收入差距。同樣戲劇性嘅仲有南韓同台灣嘅增長。蘇聯亦都算係另一個雖然唔夠徹底，但係都算成功嘅例子。而中國今日似乎正喺度重複呢個成功嘅奇蹟。工業化同埋去工業化係導致世界收入出現巨大分流嘅核心原因嘅。如果我哋翻去1750年呢，當時世界上大部分嘅製造業其實係集中喺亞洲，中國咧佔咗全球總產量嘅33%，而印度次大陸咧就佔咗25%。雖然當時亞洲嘅人均產量咧比西歐富有國家低一啲嘅，但係雙方嘅差距其實相當之細嘅。不過到咗1913年咧，世界格局已經完全改變咗啦。中國同印度喺全球製造業所佔嘅份額分別大幅下跌到只有4%同1%。相反，英國、美國同埋歐洲合共佔咗全球總產量嘅3%。當時英國嘅人均製造業產出已經係中國嘅38倍，更加係印度嘅58倍。呢段期間咧，唔單止係英國嘅產量瘋狂增長啦，中國同印度嘅製造業咧更加係出現咗絕對性嘅衰退啊！因為佢哋傳統嘅紡織業同冶金業咧喺西方機械化生產嘅衝擊之下咧，根本生存唔到。就咁樣，亞洲喺19世紀由原本嘅世界製造中心轉變成典型嘅落後地區，只能夠依賴出口農產品嚟維持經濟。由1750年到1880年，英國工業革命係世界最重要嘅大事。喺呢段時期，英國喺全球製造業嘅份額由2%飆升到23%，亦都係英國嘅競爭力摧毀咗亞洲嘅傳統製造業。接住落嚟咧，由1880年到第2次世界大戰之前咧，主要係美國同埋包括德國在內嘅歐洲大陸國家咧開始發力工業化嘅。到咗1938年，美國同歐洲大陸嘅份額分別達到33%同24%，而英國喺呢啲競爭對手面前開始失去優勢，份額跌到得返13%。去到第2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嘅製造業份額喺80年代之前曾經大幅上升，但係隨住蘇聯解體，呢啲國家嘅經濟陷入衰退，份額亦都隨之暴跌。之後我哋見證咗東亞奇蹟。日本、台灣同埋南韓喺全球製造業嘅份額上升到17%，而中國由1980年開始亦都不斷推進工業化。
到咗2006年，已經生產咗全球9%嘅製成品。如果中國最終能夠完全追上西方，咁樣世界經濟格局就好似行咗一個大圓圈咁，重新翻去幾百年前亞洲領先嘅轉捩點。國內生產總值，即係我哋成日講嘅 GDP，其實未必能夠完全反映人類嘅福祉。佢忽略咗健康預期壽命同埋教育程度呢啲重要因素，加埋數據缺失啦，GDP 好難準確計算。而且佢將富有同貧窮人士嘅收入平均化，有時反而會產生誤導。要解決呢個問題，我哋可以計算實質工資，亦即係一個人嘅人工可以買到幾多生活用品。實質工資可以話係反映普通人生活水平嘅最好指標，亦有助我哋解釋現代工業嘅起源。因為當人工越貴，老闆先至有更大動力去用機械取代人力。為咗衡量底層工人嘅生活水平，我哋要將佢哋嘅工資同消費品價格做對比，計算出一個消費者物價指數。我所用嘅指數係維持一個人喺最低生存保障水平所需嘅成本。呢種係一種接近全素嘅飲食模式，大部分熱量來自煮熟嘅穀物或者冇發酵嘅麵包，再加埋豆類提供蛋白質，同埋極少量嘅牛油或者植物油。呢一種生活水平喺1500年嗰陣可以話係全球嘅常態。喺17世紀初期，一位荷蘭商人去到印度德里附近，發現當地工人每日只係食少少加咗牛油嘅豆飯，佢哋甚至連肉係咩味都唔知。喺最低生存物資男子清單入邊，我哋可以睇到一個成年男人一年嘅基本需求。首先咧，喺食物方面咧，一年需要167公斤嘅穀物、20公斤嘅豆類、5公斤嘅肉類，同埋3公斤嘅牛油。如果換算成每日嘅攝取量，大約係1938千卡熱量同埋89克蛋白質。至於非食物類嘅開支就更加簡陋，一年只係得1.3公斤肥皂、3米麵布、1.3公斤蠟燭、1.3公升燈油，同埋200萬英熱單位嘅燃料。呢份清單係根據全球各地最平嘅穀物嚟制定，例如西北歐就係燕麥，墨西哥係粟米，北印度係小米，而中國沿海地區就係稻米。當時絕大部分嘅錢都係花喺食物上邊，特別係澱粉質。關鍵嘅問題係一個全職勞工賺到嘅錢係咪足夠支撐一家人維持呢種最低生存水平？我哋發現15世紀係最後一次全歐洲生活水平接近嘅時期，當時工人嘅收入大約係最低生存成本嘅4倍，生活算係唔錯。但去到18世紀，歐洲內部出現咗巨大嘅分流，歐洲大陸嘅生活水平大幅下滑，工人賺到嘅錢僅僅夠買到清單入邊嘅基本物資。例如喺中世紀時期，佛羅倫斯嘅工人仲可以食到麵包，但去到18世紀，佢哋已經窮到只能夠食由美洲傳入成本極低嘅粟米粥。相比之下，喺阿姆斯特丹同倫敦嘅勞工呢，當時仲賺取緊相當於最低生存成本4倍嘅人工啦。喺1750年嘅倫敦，工人並唔係將呢4倍人工攞去買多4倍燕麥，而係將飲食升級，開始食白麵包、牛肉同飲啤酒。當時只有喺英國邊緣嘅凱爾特地區，啲人先至會以燕麥為主食。就好似當時一位博士所講，燕麥喺英格蘭係餵馬嘅糧食，但喺蘇格蘭就係養活人嘅食糧。英格蘭南部嘅工人仲有餘錢去買18世紀嘅奢侈品，例如偶爾買本書、買塊鏡或者買糖同茶。實質工資嘅分流程度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樣咁令人驚訝。喺圖表4入邊呢，我哋可以睇到由1300年至今嘅倫敦實質工資，以及由1738年開始嘅北京實質工資對比。喺1820年，倫敦嘅實質工資已經係生存成本嘅4倍，而到咗而家呢個比例已經增加到50倍。主要嘅增幅係喺1870年之後出現。相反，喺世界上嘅貧窮國家，實質工資仲係停留喺最低生存水平。喺1990年，世界銀行將全球貧窮線定喺每日1美元，後嚟因為通脹調升到1.25美元。
呢個數字正正對應翻我哋之前提到嘅最低生存保障成本。喺2010年呢，呢類物資籃子嘅平均價格咧，大約係每人每日1.3美元啦。時至今日咧，全球咧仲有超過10億人，亦即係佔世界人口15%嘅人咧，生活喺呢條咧係貧窮線以下嘅。北京嘅勞工喺19世紀亦曾經咁窮。雖然中國近幾十年嘅增長非常顯著，但係勞工嘅生活水平其實只係提升到生存成本嘅6倍左右。呢個水平英國工人喺150年前就已經達到咗。而家我哋可以理解點解1820年嘅數據顯示收入咁低。當時最低生存成本係每年365美元，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當時嘅平均收入係415美元，只係比生存線高出15%，代表絕大部分人都係過住僅僅糊口嘅生活。喺亞洲同東歐大部分地區，平均收入大約係500至700美元，大多數人喺度掙扎求存。而剩餘嘅財富就被國家、貴族同富商攞走咗，只有喺西北歐同美國收入先至達到生存成本嘅4至6倍。最低生存水平對社會福祉同經濟進步仲有更深遠嘅影響。首先，長期食呢類生存餐嘅人身高會比較矮，例如當時加入哈布斯堡軍隊嘅意大利士兵，平均身高由167厘米跌到162厘米，就係因為主食由麵包變成咗粟米粥。相比之下，18世紀嘅英國士兵因為營養較好，平均身高有172厘米。時至今日，英美意嘅男性平均身高大約176至178厘米，而荷蘭人更加係去到184厘米。當人因為缺乏食物而發育不良，壽命就會縮短，健康亦會轉差。第二，生活喺生存線嘅人呢，受教育機會較少。18世紀末有一調查員記錄咗倫敦一個園丁嘅家庭，呢個園丁每年賺大約37.75英鎊，係生存成本嘅4倍，所以佢每個禮拜可以花6便士送2個細路去返學。如果佢嘅人工跌到得返生存水平，佢就一定要大幅削減開支，細路仔肯定會被逼退學。所以高工資係透過維持健康同支持普及教育嚟促進經濟增長。最後最矛盾嘅一點係最低生存水平反而削弱咗一個國家發展經濟嘅動力。雖然提升生產效率嘅需求好大，但係因為勞動力實在太過廉價，企業根本冇誘因去發明或者採用機械嚟提高生產力。最低生存水平其實係一個貧窮陷阱。工業革命並唔單止係高工資嘅結果，佢本身亦都係由高工資所催生出嚟嘅。今日我哋由500年前嘅全球貿易講到工業革命，睇到高人工點樣成為推動科技進步嘅關鍵，亦睇到最低生存陷阱點樣令好多地區陷入貧窮。歷史話俾我哋聽，經濟發展從來都唔係偶然，而係一連串政策同實質工資變動嘅結果嘅。如果大家鍾意依類深挖歷史數據，用廣東話同你講經濟嘅內容，記得幫我 subscribe 呢個頻道，同埋撳埋側邊嗰個鐘仔，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我哋之後嘅更新。你覺得喺今日嘅世界，高人工係咪依然係科技創新嘅唯一動力，定係有其他因素更加重要？歡迎喺下面 comment 分享你嘅睇法，我會同大家一齊討論。下一集我哋會更深入去睇，點解西方國家能夠喺短短200年間由一眾文明入邊脫穎而出？究竟西方崛起背後仲隱藏咗咩鮮為人知嘅地理同制度因素？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一集再見。